容唔容易受孕，原來睇人中嘅喎，好似呢位小姐咁樣，人中如一線就絕子素餐喎，即係難於受孕啦。咁同埋人中如一線，即使有仔女都好啦，原來長大咗咧都不相來往嘅，咁即係有仔等於冇仔女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人中比較窄啦，就少仔女。呢個啊，哇，好多啦，係咪？呢個就哇，人中個坑深得咁緊要，有排生，有排生啊！呢個尖形嘅人中，而家呢個似尖定似圓啊？呢個似正常人中，就冇乜特別嘅。原來闊同深就特別容易有仔女。咁如果呢個人中歪向呢個右邊咧，原來第一胎咧就容易係女嘅。記住，永遠左係男，右係女。如果人中歪翻去我哋嘅左邊咧，就比較容易有仔咯。呢個就劍尖型人中，嗱，見我都係劍尖型人中喎，因為我哋啲學員咧大部分都係圓形嘅人中，就比較係。嗱，你唔好講嘢。嗱，你就知，你就係尖嘅呢度。係咯，好清楚尖嘅。係，因為我哋家族遺傳好奇怪，個個都容易生仔，好少女，所以個個都尖嘅。咁你哋圓嘅就知道點解咧？因為圓就比較多女啦。咁再落，哇！人中心闊喎，生到50歲都仲有得生啊！咁你唔見到50歲啲人仲可以懷孕嘅咩？而家有㗎。跟住呢個人中咧歪就唔好啦，因為人中咧就睇子宮嘅喎。咁如果人中歪得好嚴重嘅咧，叫子宮屈曲。咁子宮屈曲咧咪難於受孕咯，所以呢個就比較難有仔女。想懷孕咧就要首先去睇醫生先嘅。咁再落呢個唔使問，梗係圓形人中咧，圓到成個豬膽咁樣嗱。簡單啲綜合一次，窄好難有仔女，闊容易仔女，過闊好多仔女，生到50歲都有仔女。歪左係男，歪右係女，劍尖係男，圓形係女，簡單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譬如有冇子女宮又喺邊度咧？子女宮就要睇翻臥蠶啦喎，就眼肚呢個位置啦。眼肚下邊。咁我哋要留意啦，俾隻靚眼佢啦。嗱，譬如我哋睇呢隻眼，你唔好睇佢3白眼咁樣衰先，係咪？咁我哋睇翻佢眼咧，原來臥蠶喺邊度咧？笑起上嚟，眼肚有一條肉，嗰個你唔好誤會叫做眼袋喎，嗰個叫臥蠶。眼袋喺呢個位嘅，臥蠶咧貼住個邊去生嘅。咁原來有臥蠶嚟講，仔女一定好咯喎。左邊係睇仔，右邊係睇女。咁因為臥蠶都有鴛鴦噶嘛，眼頭係大仔。眼中間係二仔，眼尾係三仔，咁右邊就女啦，係咪？咁除咗睇臥蠶之外咧，仲要睇下佢臥蠶顏色靚唔靚嘅喎。如果臥蠶見到白色嘅咧，就代表仔女品質優良啊！嗱，人中睇容唔容易懷孕，生產多唔多？呢個眼肚就臥蠶，睇品質優唔優良，明潤係好嘅，有啲黑掹掹嘅就唔好嘅咯喎，因為啲係青噶嘛，青嘅就唔好。眼圈啊，即係都包括在內。如果一般黑眼圈咧，仔女身體都弱嘅，因為你知仔女身體遺傳噶嘛，黑眼圈多數係個腎比較弱，咁腎弱就容易腎虧眼肚黑，因為眼肚有橫紋或者羅網紋或者係全部暗嘅，好似青咁樣嘅，都係代表仔女品質麻麻地啦，照顧有啲困難啊。人中咧都係要淺色明潤就好嘅，暗色如果帶暗好似係灰咁唔好嘅，因為面我哋有時面帶灰色噶嘛。原來人中有時都帶灰色嘅喎。如果你懷孕期間人中帶灰色，就有機會係 BB 出咗問題。因為我哋人中有橫紋，笑起上嚟突然間呢個橫有一條橫紋喺度嘅。嗰個代表容易係先有關係而後結婚，咁但係而家好平常啦嘛。咁人中心闊或者個鼻梁比較低，咁啊睇相有講喎，扁鼻姑娘就奶奶相係咪？咁我哋上一代嘅女人，即係我阿媽個年代咧，你而家喺街都仲見嘅，好多女人嘅鼻梁咧就好低嘅。咁我哋現代嘅女人鼻梁又高翻嘅喎，唔知點解喎？原來鼻梁低咧係代表可以生一打仔女。一打咩話？以前我哋個年代啲人10個8個平常事嚟嘅啫喎，見到呢個位好平嘅女仔，因為呢個位原來叫做產道喎。嗱，呢個人中睇容唔容易懷孕，眼肚臥蠶就睇品質優唔優良。原來產道睇生產容唔容易啊，所以3個部位嘅。如果產道好平闊嘅，咁即係生出嚟，一入醫院，唰一聲，10分鐘生咗啦。